来测试1、2。来测试1、2、3。
来测试1、2、3，1、2、3。1、2、3。测试1。来测试1。
刘兄这平安，今日是通欢喜的日子，吼，因为咱今日有真侪人，因欢喜来到主的面前，认伊做主，归入爸的家。吼，那在圣经的记载讲，这个天顶都有天使，欢喜唱歌咧欢迎。吼啊，对咱来讲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因为有人加入咱这个大家庭。这是咱的礼拜前，咱同齐来祈祷。听我的主，阮知你的听，摕阮爱无明白你的时，你就听阮。总是当阮开喙来宣认你是阮的主的时，咱真正会当当头对面，在阮的生命中有主你做阮头前路站的陪伴。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全然交托伫主，互阮搁再一届来思考阮家己要安怎来跟缀你的脚步。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今日的侍奉，阮今日的礼拜，带领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互阮搁较认捌你，互阮搁较深深听你。恳求你甲阮三个伫地，帮助阮充满气力，跑走人生的路站。祈祷奉主啊所求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会当看到大家，咱伫遮伫主的殿院内底，咱要同齐伫遮来敬拜上帝吼。啊，咱特别礼拜进前呢，咱大声来练咱今仔日的诗歌吼。请咱掀开516首，上帝交代人类管理吼。即我毋知影咱各位对即首诗歌有真会晓唱啊袂？无要紧，咱先来唱一遍吼。咱拢足短，咱对第一节来到第四节，咱来甲唱一遍。好，请。好，来。上帝交代人类管理，所造万物丰富保庇，可惜世人不知宝贵，吞到土地破坏之罪，咱人为坏就。第三，千万寺庙等太有情，都还亲近为人公会，我真光音口。人类教会求好在第四节，救主下面。因为音控室无甲咱用出来吼，啊，咱会使看咱头前有迄个圣诗516首，吼，好，无要紧。即首诗歌，咱对516首，逐句，咱拢会当看到，作者迄个坎福瑞牧师吼，伊所写，伊伫个1976
年所写，逐句就是伫表明上帝怎样伫疼咱，伫创造即个宇宙，伫互咱生活伫即个宇宙内面。总是咱人无好好啊来疼惜即个土地吼。伫圣经的头一章、头一卷、头一章，咱就看到上帝怎样伫创造即个宇宙。到第六日完成，上帝讲：上帝看伊是好，伊所创造的即个宇宙，一切拢真美好。总是咱人无好好啊保守，咱嘛会当看到讲，咱会当看到迄个阮逐年啊，中会参加中会去进滩吼，教会嘛拢会去进滩，差不多半点钟。是伫中会的几啊间教会，阮伫遐无半点钟，阮就捡垃圾一堆，真大堆。所以有的人拢无疼即个地球，所以甲即个地球甲伊破坏甲真厉害。咱有专家伫研究，有去调查，咱人的大脑内底迄个塑胶微粒，拢已经快速的伫损害咱的健康吼，这嘛是咱家己人所造成的吼。所以咱去行去菜市啊，遐青菜、遐水果，倒一项无农药吼。虽然讲这是政府的标准，讲它没有超标，可是这个个农药是慢慢伫破坏咱家己的身躯，这嘛是咱家己造成的吼。咱对伫即个花莲，咱拢知影，伫2礼拜迄个花莲公复乡的即个堰塞湖的溃堤吼，虽然讲袂当讲伊就是直接的咱的人为的问题，总是这嘛是咱的间接的关系吼。咱看到遮的影片，无5分钟，甲迄全村拢安尼淹没吼，看到真很想哭，真的很想哭。因的所有的财物，拢是因为安尼大水，全咧失去，搁失去因的性命吼。所以这首诗516首，就是逐句，就是咧讲咱上帝创造咱这个宇宙，互咱徛起，互咱享受。咱要怎样来疼咱这个地球？来疼惜咱所有的物件，所以咱过来唱40，过来甲唱一遍吼。咱哪里唱的时阵，咱就会当体会讲，这作者安怎伫叫咱讲爱好好啊疼惜这个地球吼。好，来，请咱过来唱40，好，来，上帝。516，那个音控是516。麻烦那个音控，因为我们要516。安尼麻烦咱来看咱的圣诗啦吼，516首好来，好来，上帝爱人的管理，所造万民好保庇，可笑世人在。心浪费着现在后，为我真心面对有功，千万种苗谈太有情，东海情人每日家里。
请咱再来掀开361首，这因为咱今仔要收圣餐，这是圣餐的诗歌，应该这首就较熟吼。好，361首，好，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吼。来，求先心感动阮谦卑，奉主名，一直到尾。今仔有人杀人主旨，阮确信你当主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蒙你杀骨真宝贝。第2节，第3是有主耶稣道，奉基督生命这道，感谢主万米的上帝，当别表澎湃的幸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杯有情人坚固。好，练习到这，请咱闭班心来做礼拜。耶和华，求你暗耳空听我，因为我是困苦丧乡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的人。我的上帝啊，你的罗卜倚靠你，求你拯救伊。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通力求救你。咱来吟圣诗，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伊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
大家真正贵主免惊，地上万类当心菩萨，上帝道应该敬拜，全对菩萨真心敬奉，满足的主万王的王，天定主宰极大权力，治理万邦之将官兵，全对顺他奉献敬奉，满足的主万王的王，全对服侍真心敬奉，满足的主万王的王，并前富贵无分地位，菩萨上帝好路拜跪，情难隆中做声音歌，以命尊贵应该敬奉，全地服侍真心敬奉，满足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情人感激无也无限，历代圣道全无人差，主的功劳极伟大，全地服侍真心敬奉，满足的主万王的王。请坐。下面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决定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做阵来启用，伫启用文的第29篇，伫咱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9篇。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趁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
下面，咱做阵来祈祷。阮伫天父爸，伫主日礼拜透早的时，阮众兄弟姊妹会当过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做阵敬拜你。阮知伫这不安的世界，阮相信你是世界万物的主，你的旨意赢过阮的想法，阮愿意遵趁你的旨意。我嘛为着台湾目前面对所有的国际困难的环境，向你来祈祷。伫世界无稳定的环境中间，阮的国家虽然经济相对平安甲顺遂，毋过犹原有真侪无确定的挑战。求你赐智慧，予阮的执政者，互因会当对国际关系，特别是面对美国的税金甲贸易的议题面顶，有正确判断甲谦卑的心，真正为着咱老百姓来做出好的决定。我嘛特别为着花莲光复乡水灾向你来祈祷，因为大水造成了真大的破坏，有人失去了亲人，嘛有家庭失去了因徛起的所在。主啊，求你安慰遐个哀伤的心灵，医治受伤的家庭，赐下你对顶面来的平安甲愿望。也感谢你感动真侪兄弟姊妹甲志工前往花莲，一倒一礼拜中间协助真侪家庭，把因的厝体整理好。愿你用因的手，真做你的疼，也互众人伫重建中间经历了你的信心甲稳定。嘛为着年底圣诞节的时间来向你祈祷。圣诞节是要将耶稣降生大好消息，报众人的真好的机会。愿众人愿意真做你的门徒，将救恩的喜乐报互目沙这个所在。求你准备阮的心，也准备阮同工的力量，甲智慧，互阮伫筹备中间有合一的心，伫服侍中间有喜乐的心，伫宣讲中间有圣神的气力。阮今日也要举行圣餐，主啊，你为着阮的罪来定十字架，互阮会当甲你立约，得到永远的愿望。愿阮伫领受圣餐的时阵，定心来看家己的信仰，甲你好好。伫咧稳定中间，阮会当搁得到气力。我嘛要为着今日的洗礼、健身礼、信仰告别，甲小儿洗礼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愿意赐予每一位愿意甲你跟对的人，互因伫信仰的道路会当成长、坚定，愿信心也引带因一生的脚步，互伊当真做你所欢喜的囝儿，为你来做好的见证。我嘛要为着教会主日学圣乐队、敬拜赞美团，啊，各团的事工，啊，搁逐小组的聚会，阮将这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看顾各团的聚会，愿圣神充满伫阮当中，互兄弟姊妹伫服侍、学习、甲分享中间，更加明白你的旨意，信仰会更加坚定，性命会更加勇敢。主啊，我嘛为着阮身体欠满的会友，向你来祈祷，求你怜悯阮的软者，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的欠缺，拢求你来扶持，愿你伸手医治每一位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互因当早日恢复，会当继续为你来做工，见证你的性命。愿主听阮的祈祷，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你。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
下面咱来看一节圣经，两节圣经记载伫士师记17章5到6节，啊，搁18章的第1节到第6节。士师记17章第5节，这个米迦有上帝的厝，搁制造以弗得，甲家内遐个偶像，行设立日礼，分别伊一个囝做因的祭司。迄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照伊所看做着的来行。好，18章的第1节，迄时以色列中无王，迄时但个人会指派找地作业通徛起，因为到迄日，伫以色列支派中，因也未得着业。但个人对索拉甲以实陀找本族正百姓中5个勇士去偷看迄个地来查考，吩咐因讲：恁去查考迄个地。因来到以法莲山离米迦的厝，就歇伫遐。因共米迦的厝，闻到迄个少年利未人的声音，就入去问伊。之水带你来遮，你伫遮做啥物？你伫遮得到啥物？因讲：米迦款待我安尼，因有请我做因的祭司。因甲伊讲：请恁问上帝，互阮知阮所得行的路，行通啊无？祭司甲因讲：恁通平安去。恁所行的路是伫耶和华的面前。以上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灵敏有缘保留。
下面咱们请柯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随家己的意思来行。弟兄姊大家平安。对9月23开始，咱看到新闻中记载着花莲，因为伫山顶有即个土暗的即个雾发生，风台来大水淹过，造成了下面的公路乡受到真大的即个损害。到今仔日差不多2礼拜外的时间，咱看到对新闻中、对媒体，咱看到有侪人去到公路乡做志工，去恢复帮助住民，因去建立家园的工作。所以，我即几天去看新闻讲，迄个起头是因为一对爸仔囝讲一句讲，咱来去算土，就安尼促成了全台湾人开始热心投入这些真大的这个资源的活动中间。这个中间，咱看到足侪民俗，有即种产值超人，有即种小蜜蜂超人等等的，拢咧说明一件代志，就是真侪人热心要帮助遮受灾的百姓，伊会当紧紧恢复。虽然这个过程中间有一寡混乱，总是到今仔日，咱看到有一寡系统救灾制度慢慢啊形成。今仔日咱同款，顶礼拜咱有教会青年去到花莲公路乡，今仔日依然有几位教会青年嘛伫现场，咧继续持续做即个帮助的志工的工作。所以咱恳求上帝保护所有去到公路乡的遮的志工，因拢有平安的地底。咱同心来祈祷。愿上帝你看顾阮，互阮伫面对即个灾难的时阵，阮知阮来翻头来注目伫你的身躯顶，互阮会当明白阮所爱派的责任，袂当互阮家己随着家己的意思来行。阮恳求上帝你的话帮助阮，透过今仔日的分享，互阮当明白上帝你才是阮的源头。愿主你信心运行，互阮来明白你的话语，成做阮一生的帮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读的是士师记的17章到18章。其实士师记咱对16章了后，就是上尾一位士师参孙以后，就无阁有士师的出现。那来讲，士师的时代就应该结束啊。总是伫即个无士师的带领下面，以色列百姓悠然爱生活落去。但是因即时刻，因的信仰、因的生活的状态，却是完全的离散散。咱对士师记，若对17章开始读，一直读到上尾21章，伫圣经学者因的研究内底，这17节到21节。因会当讲，这是后来人搁一届编辑所写落来，嘛是对整个士师记的一个结论。但是咱看到，这时刻以色列人已经算是完全的对落，而且因陷落伫一种恐怖的统治内面，伫因的身躯边。会当讲是以色列人已经无迄个外在的敌人，因为百姓本身就是因家己的对敌。伫士师记17章了后，咱嘛真少去看到上帝行动的记载。所以伫即个无上帝行动的过程中间，其实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米迦即个名本身。即个名的本身就已经提出上帝的问题，因为米迦的意思是。些人亲像上帝，上帝说谁像亚威？些人亲像上帝咧。咱若对17章到18章，其实米迦这个名有一个真讽刺的意思伫这中间。
也就是讲，伫17章、18章内面，完全无人知影上帝亲像是啥物。也就是讲，咱会当安尼理解，就是有关上帝对于百姓的期待，无任何人有任何的概念，无任何人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那呢，以色列人对上帝敢真正完全袂记啊吗？米迦这个名虽然是咧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总是咱看到圣经中间的记载，米迦是一个贼仔，因为伊捌偷摕过因妈妈的钱。咱若较确切来讲，其实伊后来有一个真看起来真合意去认伊家己的罪，而且有还遐的钱互伊的妈妈。我咧想，有可能是听到伊妈妈咧咒詛迄个偷摕伊钱的人，了后伊心内真惊，所以将即个钱还转去。不过，若对即个记载开始，一场咱看，敢若是一个闹剧才要开始尔。米迦的妈妈是原本要将遐互伊偷摕去的银仔，要来奉献互耶和华，但是这银仔却互雕刻做一个偶像。外口包着遮个银仔，而且米迦毋若是安尼，佮去制造伊弗得甲厝内底的偶像，这个是一个错误。所以米迦伫即个错误的下面，伊佮设立家己一个小小的祭司的组织，放伫伊家己中间的一个囝，成做迄个神坛中间的祭司。这一切过程伫17章第1节到第5节中间所描述的，咱若详细看，迄个情景就是人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行的一个事实的记载。所以咱看到这个记载，无论是米迦还是伊的妈妈，至少违背了10条诫中间半数以上的规定。嘛是因为安尼，咱看到当时的人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行，这是一个事实。也会当讲，这个事实是一个较保守的讲法。真实的意思是，因已经伫上帝以外，佮另外做一位神，做一个偶像，也随便用上帝的名。所以咱会当去确认一件代志，就是无顺服上帝，会甲偶像崇拜结连做伙。所以伫即个时期的以色列人，伫无人带领的下面，咱读到的经文特别标明，讲当时的以色列人无王，逐人照着家己的欢喜去做。我想这嘛是咧说明着士师记对咱第1章一直读到12章，迄个一个循环中间，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堕落，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然后伫对敌的迫害下面受苦，因才发觉讲我需要上帝，然后佫一届向上帝呼求，上帝就怜悯以色列百姓，上帝呼召兴起士师。然后士师带领百姓脱离迄个困苦的状态。士师记每一个士师后面，拢记载讲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短短的太平的日子通好过，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我想伫18章一开始讲，当时的以色列的人无王这件代志。有的人会解说讲，这是要为着后摆君王的制度，就是大别的王朝，也是其他的君王，做一个历史的开头的备办。但是咱若照着圣经整个的头前文甲后壁文来看时阵，伫犹太人的历史内面，以色列国甲犹大国的君王，包括连大卫，拢会违背10条诫内面的规定。这就显明一件代志，就是无信息甲无顺服。
因无照着上帝的标准去行代志，是照着家己的标准、家己的意思去行的。所以伫士师记内面，就真做对一个无信实甲偶像崇拜的指控，嘛是一件另外一面咱会当看，就是互人会当真心佮对上帝约的一个忠心。简单讲，就是叫人爱悔改的邀请。今仔日，咱肯定要举行圣礼典，咱要通过心灵的洗礼、小儿的洗礼、更新礼，要互即几位兄弟姊妹伫正人的面前，甲上帝立约。实际上，伫早前，上帝就已经甲咱每一人立迄个永远袂改变的约。就是当咱还未明白伊，咱还未相信伊的时阵，上帝就早就甲咱立约啊！而且上帝佫定义要将伊的疼甲恩典，互咱每一个人。所以我咧想，当咱还未真正明白上帝，当咱还未明白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疼，当咱还无明白信心同在引带进前，一直到今仔日，咱抑阁是有可能会伫某种的情形下面，咱袂记得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咱可能会袂记得，咱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甚至有可能伫某种的代志顶面，咱会超越上帝，想要去掌握一切咱想要得到的金钱、财富、名声、地位。所以，当士师记内面的记载，当人伫无上帝时刻的时，人的眼光目标，就会放伫世界社会的角度内面。有可能讲，我要讲定，要达到迄个上悬的位置，然后会无少一切要去完成。那呢，伫即个时刻，引诱、限制、罪恶，拢会是咱要去得到即个上悬的位置，咱去做即个手段。因为咱真正足要想要得到这个财富名声，总是咱无法度得到心甲灵内面的平静。那呢，咱通去思考一个问题：当人无上帝的时阵，咱存在伫即个世界的目的是甚物呢？当人死了后，会去倒位呢？当咱人对未来有甚物款的心情？上尾一个咱通去想的是，当咱人若无上帝的时阵，咱无掠上帝最中心思想的即个时刻，咱人会变做甚物款的模样呢？所以，当士师记18章内面的第一句经文讲：迄时以色列无君王，虽然无真确明讲，逐人照家己的意思去行，总是迄个无王的，是一个惯用语，已经真充分地表达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意思去行的这个结论。所以，咱看到第18章中间，米迦第17章的代志，延续到18章的时阵，这个时刻出现但这个支派的人，因伫这个故事内面的行为举止，说明了一件代志，就是但支派的人，因有家己做代志的原则，毋是照着上帝期待，是照着这个世界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甚物呢？就是因用强权去塑造这个公理。明确来讲，就是赢的最王的这种观念。所以，咱就伫18章内面看到这个记载，但支派毋那是无得去得到原本要分互因的土地，就是伫18章内面，咱看到的是
但支派因咧敲碎因要大的土地，所以但支派即时咧做代志。其实若回想过去伫旧约的历史有内面，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但支派嘛派即个探仔去开探迦南地。伫18章内面，但支派派出的5位的勇士出现伫米迦所住的即个厝的边仔的时阵，这个勇士看到认出。迄个互米迦找来做祭司的利未人，即个利未人伊嘛真欢喜，承认家己是一个互人请的祭司。所以咱看即个遐勇士，伊看到即个祭司的时阵，伊真自然来求问即个祭司，而且要得到祭司的祝福。我想，伊要得到这个祝福，是要透过祭司对因的讲的话，会当得到将来会当得胜的一个保证。不过，这个祝福，伊甲会当互这个但支派的人后壁要做的代志看起来合法吗？我所要讨论的是，这个祝福到底是对倒位来？咱想看卖。这个祝福到底是对倒位来？这个祝福毋是对上帝的殿来，这个祝福是对米迦的厝内面来，以及对米迦伊家己私人所拥有的迄个互人请的祭司来。这个利未人是一位拜偶像的祭司，所以伊唯一顺服的主权是。迄个要请的人要用偌济钱来付伊，所以但支派的人却去请滚即款的祭司。那呢？但支派的人伊会当黑白做的理由是，因为因的武力真强，强到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思、家己的标准，随家己的意思去行动。嘛是搁一摆说明因的做代志的原则，就是强权赢过公理。所以咱若看到咧派探仔即个情形，咱会想到民数记13章。不过伫士师记18章中间，即个两个无共款时间的探仔，因所做即个回报的行为是真大无共款。伫民数记内面，遐个探仔所拄到的是，互因会惊的即个真大张的人。但是伫士师记中间，摕到迄个拉役的百姓，是一群真简单就会当将因拍败的对手。伫民数记内面，探仔所回报的是一件确认一件代志，就是以色列百姓需要上帝来帮助因，去对抗。即个真大张的即个人，互因会当去对抗，但是伫士师记中间，却无摕到即种的需要，而且是照着但支派人的标准去做代志。这个探仔嘛是咧寻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实际上，伊透过迄个假祭司的祝福以外，因一点仔应允拢无得到。所以咱当真清楚看到，即阵但支派人对开始到现在，敢若做一件代志，就是照着家己目睭中看做对的代志去做，凊彩随家己的意思去行代志。因对上帝、对上帝期待、对上帝的帮助，是完全无去看。伫经文内面，还佫有一句话。形容即个平安徛起的拉役的百姓，最后互但支派人杀害。其实伫遮平安徛起是但支派所欠缺的物件，因为即句话原文的意思有另外一面是信赖。这个提醒但支派人，因毋是一定会当互人会去相信
值得人去信赖的人，迄是因为因无照着上帝百姓应该去做来去信靠上帝。若讲因有去信靠任何人，那安尼，因敢若信靠家己。所以照着家己意思去行，毋那是米迦尔，但支派人嘛是一个代表性的例。但这个名，伫希伯来文的意思，较接近这个正义的意思。但是咱对上帝对地面上以色列支派的遮个支族来看，甲列邦所期待公义这个角度，但支派人，咱会当讲伊真歹甲上帝期待会当联着关系。所以但支派人，伊咧对拉抑百姓的即个台因的进程，因就已经显出因真正的迄个真实面貌，因为因抢米迦的厝，偷摕米迦厝内底偶像、以弗得以及所有的一切物件。今仔日透过17章、18章，虽然看到这段经文，每一个人看起来拢真歹，拢真无好。迄是因为因照着家己目睭中的标准去行，但是但支派人上无好，因为当米迦指出因迄个不义的行为的时，因的回应是：点啊无我要将恁杀死。这就是拳头母较大，伊就对的即个意思。各位兄弟姊妹，实际上，当人无尊上帝最悬的统治者的时，是掠家己意思去做的事。咱若亲像但支派即个5个勇士去寻求祭司的祝福，这毋是真正的祝福，这嘛无法度去真实体验到上帝保护。所以，当咱来敬拜上帝，毋是照着家己的心思意念，咱来敬拜上帝，毋是咧求迄个安心。毋是咧求迄个欲望会当达成，咱来敬拜上帝，是真正爱来认捌上帝，是真正爱敬畏上帝，是真正爱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咱每一位做上帝的子民，咱都爱更较认真去看家己的行为所讲的话。咱爱顺服伫耶稣基督的教导，咱无应该因为人的这利益的引诱，也是对方的关系的压迫，咱就离开了上帝。咱爱知，而且爱时时提醒家己，上帝一定会陪伴咱所需要的。咱只要真忠心来跟对。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咱求上帝帮助咱，毋通亲像米迦一家人陷落伫即个错误的信仰中间，咱阁毋知，咱阁袂当亲像迄个利未人共款，掠准家己是咧侍奉上帝，实际上是咧侍奉即个马门金钱，侍奉家己的欲望，着迄个。真悲哀的错误败坏中，行即个罪恶，真正有平安的确信，咱就爱将咱的眼光、咱的焦点对准上帝，对咱的心、对咱的灵内面，真实将上帝放伫头一位。各位兄弟姊妹，有人是对细汉伫教会大汉，有人。是大汉了后再来认捌上帝，无需邀请咱去回想。无论你是自细汉伫教会大汉，其实咱拢有一段咱无法度真正认捌上帝的日子。伫迄段时间，你的生活是怎样咧？你无的确是过了真富的生活，但是伫你还未认捌上帝真正。你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咧？
我想任何的人事物件，拢有可能成做你的偶像，去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上帝甲偶像中间的选择，会伫你生命无共时间、无共款的光景的下面，你会去决定要怎样做，你的决定会带来无共款的结果。今仔日咱要举行圣礼典，牧师要勉励今仔日要洗礼、更新礼，或者伊个信仰告白兄弟。这时刻是恁选择信靠上帝，恁选靠要完全弃杀离开偶像。这个偶像毋那是金钱，也阁有其他会代替上帝一切物件。嘛要勉励咱在场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咱翻头去看咱过去的日子，是毋是咱伫某种的情形下面？咱袂记得将上帝放伫第一位咧。期待透过今仔日的圣礼典，咱会当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的状态。求主帮助咱，会当坚守信仰，行伫下上帝心意的道路顶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我人是软弱的。阮真容易去受到外在环境的引诱，受到罪恶的引诱，陷落伫上帝所看做歹的情境中间。阮恳求上帝你来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的心甲灵，因为上帝你的话，互阮得到帮助，互阮对阮的心、阮的灵中间来真正认捌你。敬畏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教示，然后我会当遵探着你的心意，来见证，来活出上帝你所喜爱的款式。愿主看顾今仔日要洗礼的兄弟姊妹，帮助因伫未来的日子，互因伫每一天都会当紧紧牵调着主的应允，互因一生无偏离。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要举行头一部分是洗礼的部分。咱来唱圣诗第351首，圣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吟全首，咧吟的时，请要心灵洗礼3位兄弟姊妹来到台前。面向我，面向我。
这时咱要行新人洗礼，请恁三人注意听。第诗篇124篇第8节记载讲：阮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咱众人着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伊对死人告我了后，还未上天之前有讲：天顶地的权拢已经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既然我所谓命令恁的，着教示因遵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许多迄个时期，乌孙节的时，彼得传福音，互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伫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互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调的。迄个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搁受洗礼。今仔日我们要安尼来对恁讲，恁三人着深信，恁着爱真实的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互伊的名内面恁受洗礼。对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佮要表明信心对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即时要受洗礼，恁三人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三个人做伙吼，好。蔡燕燕、罗新强、张惠安，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信心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一世人遵探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咱一个一个起来洗礼，来会安心。从那边上来。张惠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阿门。罗新强，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阿门。蔡燕燕，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搁愿恁的神魂甲身体，伫咱主耶稣基督搁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即时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所以即时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蔡燕燕、罗新强、张惠安，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
我挖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局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极大的恩典透过圣灵殿接纳你的囝儿，进入到你的教会。愿你祝福蔡英燕、罗新强、张惠安，求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当因咧面对信仰的征战的时，有一个好的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厅内面，搁互因会一世人来服侍你。天父上帝，恳求你，互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讲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有时会离开你的道路，直到亏欠所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转来到你的面前，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来，转向会众，转向会众，转向大家，别，转向大家，欢迎。好，教会有一个洗礼证书，伊个送因一本圣经吼。这圣经咱确定有属灵的同伴，爱陪恁读吼。读无了，你就唔通放伊煞吼。来，好来，叶姐。还不能走哦，还没结束哦。咱有安排属灵的同伴吼，伫未来一年陪伴因会当伫读圣经、祈祷以及互相扶持顶面，互因伫未来一年因的属灵的性命会当成长吼。所以燕姐伊的属灵的同伴是正会长老，请伊来送花给伊，翕相。照相是要留证据吼。那个罗新强兄弟是义圣长老。惠安是淑娟姐淑娟姐即马伫主日学咱请迄个美燕长老来代表。拍照。好，牧师这边简单介绍因几位迄个燕姐对今年差不多过偌济了后来到咱教会，伊一来就讲伊要受洗但是有一段信仰的经历，所以咱若有兴趣会当私底下甲伊来沟通啦我想恁听到应该拢会受感动伊今仔日有侪亲人来到咱中间是毋请亲友、亲家母也是迄个女儿、女婿这拢徛无，阮甲你欢迎。
哦，个孙吼孙，嘿，好，请坐。啊，第二位是罗新强吼，罗大哥。来，牧师昨有问小会员一个问题，我伫遮佫共款问恁哈吼。你知影罗大哥，我拢叫罗大哥啦吼，伊来教会偌久啊？40年吼，哇，你拢摇着吼，好，来不好玩吼，好，伊来40年，伫这个时刻受洗礼，咱真感动吼。伊的亲人，我记苏珊姐吼，迄个秀珠姐因吼，拢伫后壁吼。吼，等真久，请坐，等真久吼，40年吼。吼，伊的孙今仔日有伫主里学吼，惠安，惠安，伊是家军的太太吼，嘛真欢迎伊来加入吼，所以请伊的亲人嘛起来吼，咱甲欢迎。后壁佫有欢迎，好，请坐，好，再呢。咱伫未来，咱拢爱陪伴因，互因伫信仰路站顶面，有因为咱是一家人，咱会当行更较远、更较久。咱拍拍啊，恭喜因，好忏悔，佩服过。好，这时咱要举行献信礼，献信礼吼。这是咱献信礼，咱请家军来到台前。徛伫咱面前，家军，你伫细汉时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来举行献信礼，你爱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通接受伫上帝的圣餐内面。所以你来注意听，上帝所听的家军，陈家军，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于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大汉，你即时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承认你伫早时父母替你做信仰的告别。你早时是父母替你甲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即时刻你爱来家己上帝来立约。咱的主耶稣捌讲，所有囝仔伫人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理的爸的面前认伊，所以我要劝勉你，你着爱告别你的信仰，你爱伫正人甲上帝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问题。第一，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时要来宣告，由愿请会众起立。陈家军，你伫细汉已经受洗礼。这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的约的内面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希望上帝，你有启造你的教会伫地面上。阁有应允要保守阮每一个人到落尾。愿感谢你对即个细汉的时所施落的恩典，互伊伫即个时刻会当来到你面前告别伊家己的信仰，互教会会当接纳伊来就近上帝的欢喜。愿感谢你，因为伊有份伫即个中间。我嘛恳求你继续培养伊信仰的路站，互伊伫生活中得到好的帮助。愿主你亲身看顾，互因嘛当就近你的圣餐，接纳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血，求你互伊会当得到你的疼，有份伫你的恩典的内面，互伊会当日日侍奉你，直到永远的国来临的时。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来，咱请小会员来接纳。
好，咱游园有一个坚信的证书，以及一本圣经吼。好，来。还没，再继续站着。好，家军是荣誉长老的后生啦吼，荣誉长老因真欢喜，今仔日囝甲新妇拢同齐受洗礼啦吼，坚信礼吼，所以因真欢喜吼，确定要为因的孙吼宇恩来做小礼洗礼啦吼。因昨伫小会内底分享是即个时节，一家3个人做伙受洗礼吼，这是即条欢喜的代志啦吼。好，来，游园，阁请恁去恁亲友来亲友。好，请坐。教会游园的请坐。教会游园安排一个属灵的当班吼，是冥想之士吼。未来一年冥想，你要盯着他，看着他，把圣经读完吼。好，请坐，请回。这是咱们来举行小礼洗礼，咱来唱圣诗第352首，352首。圣会所行的礼仪，咱唱全首，咧唱的是啥？陈家军、张惠安，恁抱恁的宝贝女儿陈雨恩来到台前。圣会所行的礼仪，甲你有形洗礼体，对早已来无过间，洗礼表明有因心，就是基督照着教会规矩，会员的囝儿应该伫细汉时领洗礼。咱来听马可福音中间所记载，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伊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近我，无得禁伊，因为上帝国是适合人的。我确实甲恁讲，若承接上帝国的，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当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陈家军、张惠安，虽然恁的细囝也无明白这是甚物，嘛无明白洗礼的意义，但是上帝应允嘛犹原要归伫伊，因伊是恩典约的护士，所以咱即时遵趁着上帝名来带伊进入到上帝厝内面，成做囝儿，互伊属得基督，互伊来做上帝百姓。所以即时你的细囝要来领洗礼，
你着伫恁两人，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替宇恩来告别伊的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真理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会当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欲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所以这时来行洗礼，来一起上来。站着就好，睡着了，不用吓他。陈宇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好，来，我们要回去。这是我要来宣告，伊愿请咱会众起立，遵趁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互陈宇恩这个细囝受接纳进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但以后，这个细囝的父母以及咱众兄弟姊妹，亲身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这个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礼，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恳求你来保守照顾陈宇恩，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伫智慧甲年岁加添的时，上帝你的恩典疼痛，嘛大大祝福。求你将这个丰富的恩典赏赐伫伊的身躯顶，互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引诱，直到成人的时，会通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而且会当坚持到落尾。主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人的家庭生活，恳求你即时祝福这个世囝的家庭，赏赐伊的父母有智慧，以及来照顾伊的人，互因会当用温柔的心来照顾伊。通互伊伫你的疼内面来成长，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来，一样要介绍一下，他醒了。嗨，来宇恩哈，宇恩，哎，好宇恩，但欢迎伊啊，都家庭已经接起来2次，还是要再起来哦，来，请起立。好。咱常常为着荣誉长老以及家军吼，因所家庭的成员，咱为因来祈祷吼。好，欢迎你啊！他有小儿洗礼证书，拍谁？他没有圣经。哎，这是你的。看那个。来。咱有一位要来信用告别，咱请信用告别陈可轩来到台前。陈可轩，你早前伫其他的教派受洗礼，这时你要进入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所以你进行信用的课程已经。拢有上好，拢嘛有完成。只是我们透过你的信用告别，要来接纳你成做文山教会的陪产的会员。所以你要注意听我所要问你的问题。第一，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着信息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
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决意要安尼行也无？有。这时我来宣告，有愿请会众起立。你早前已经受洗礼，只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去教会头主耶稣基督，以及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的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伊的恩典的内面，咱同心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和陈可轩来到阮中间，经过这段日子，伊要来加入伫上帝你的恩典的家庭中，伊透过信仰告别。来认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以及要伫这中间尽力来服侍你。愿主，你用对顶面来的能力来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于你，伫信心的引带内面，日日来进步，一直到你的国来临的时，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可轩伊是信用个别，所以伊无洗礼证书啦吼。但是伊有一本圣经爱送互伊。教会有有安排一位属灵的当班啦吼，是伊林传道娘吼，咧陪伴伫一年中间来读圣经吼。好，哥哥都没来哈，哥哥都还在睡觉，嘘，小声一点。哦，伊的哥哥大哥陈顺祥，二哥陈玉章，因拢伫教会少年团契，一直到玛纳团契，拢伫这中间拢有参与甲服侍可轩即马是少年团契的会长所以咱嘛爱为伊祈祷，为咧伫做会长的责任顶面，求上帝赏赐智慧。加天开在地的身躯顶，然后一个拍拍来欢迎。好，说着，咱要来举行圣餐，这是咱要来唱圣诗第361首，求信心感动阮谦卑。咧唱的时，请长老来准备。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各位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甲咱众人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恁着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业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擘开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佮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为即届行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着伊的款式，咱做伙来领受圣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愿遵趁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食，为着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愿谦卑恳求你，找你圣神来圣别阮，嘛圣别摆你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饼甲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性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主耶稣是基督，为着咱在座每一位钉伫十字架顶。所拍破的身躯，请服侍长老。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当咱摕着饼，咱少年主耶稣基督为咱牺牲，钉伫十字架顶，赎罪的恩典。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拍破。咱每一届食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搁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当咱摕到这个杯，咱思想主耶稣伫互人买迄面，伊的牺牲，互咱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极大的恩典，咱透过领圣餐。咱思考，咱要安怎来回应？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因伊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咱每一届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甲恁众人永远伫地，让同心来祈祷。转念杯，愿伫你的内面领受这个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正的画面。我知，阮知你欢喜阮，疼惜阮，互阮知影你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到祝福的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届领受圣餐，原来思考你的听，以及阮要安怎伫阮的生命中来回应你，互阮一生会当荣光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念圣诗，圣诗516首，咱读念第1节甲第2节。上帝交代人类管理，所做万物丰富无比，可惜世人不知宝贵，让这土地破坏青水。咱人毁坏就那了白，污染河川甲一个土地，咱心浪费做将在下，为马前之民对宝贵。下面咱来奉献。头一摆是咱对圣餐的奉献，咱圣餐的奉献，今日是对为乐山教养院来奉献吼。啊，咱牧师伫遐做董事长，啊，遐有真侪欠缺，望咱来为因来奉献吼。咱奉献吼是表明咱对上帝感谢吼。啊，咱若也无信主，也无受洗，啊，你有感动的心，安心就会使，毋免强家己来奉献吼。
第二届的奉献是咱主日的礼拜奉献。请坐。下面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吼，咱做阵来读两解。歹性地人掠去冤家，无快快受为人为何三钱煞？箴言15章18节。歹性地人掠去冤家，无快快生气的人为何三钱煞？箴言15章18节。好，因为咱时间超过介济吼，咱后礼拜事奉当讲，啊，搁咱礼拜吼，拜三礼拜甲后礼拜聚会咱家己看吼，咱来看后面报告的消息吼。咱今日是圣礼典吼，咱为着八里乐山教养院来奉献吼。咱今日嘛为着咱今日有成人洗礼、健身礼、小礼洗礼、信仰告别，遐侪人几人来受洗吼。啊，搁咱第5项，咱2025年度，这是2026年度啦吼。时间咱是时间检讨会吼，啊，咱伫望吼，咱会当传资料吼，交互咱的干事吼，10月22拜三进前吼。好，啊，咱各团嘅改选，咱家己要注意吼。以上，毋知有报告。哦，有新的朋友无？好，好，啊，咱拄则，哦，好来，好来。平安，歹势吼，今仔日有几个朋友啦，就是那个蔡燕燕姊妹，她有她的亲母，啊，还有因的查某囝，啊，还有因南四角教会的一些朋友，那请他们能够站起来，就是欢迎他们一下这样子，对，就是很开心，蔡燕燕姊妹当受洗礼安尼啊，对，好。请坐。好，感谢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就无行平安礼啊吼。咱下面来唱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啊，吟诗煞，咱就请牧师来咱祝祷。下，下。俄罗天顶。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这是礼拜煞。咱请今仔受洗兄弟姊妹以及长老，咱翕一个相。受洗兄弟姊妹，恁家庭要翕较顶啊，以及长老小会员，咱甲因做伙翕相。来，燕燕姐，罗大哥，要，拿花来，拿花来。来，你徛中啊。咱来翕相。可轩，来。来。谁帮我们照相？冥想。咱较外一点，靠近一点点。好。冥想来了 ，OK， 没问题，好，来，先看照相机，好，来，好，来，爱心。好，谢谢。冥想还一张，好。好，来，你们可以这个字照相哈，各个家庭照相。我们华语礼拜先 key 一下，华语礼拜延后到11点15开始。华语礼拜延后到11点15开始 ，key 一下。